错风若是歹的 engine， 伊建议留去跳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差最暖万年，脱下比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现作阮讲声高涨海的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对银色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穿很复杂的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色。不是，出来嘞。哎，阿人阿妈伊咧缝肉，伊咧炒菜床，伊咧搞你吹风，拍扫喺土鸡。哎，不是，那贵州的菜人做冇听通，你点慢多菜，你死你落啊？哦，迄哦，算唔落哦。死唔落那系慢多菜。若是想讲，喊你摆适当煮的菜机会，讲无按多的啦。哎，有事情做唔得讲笑啊，你身体用诶，那身体哪有用伊咯？哎，你精神用诶。啊，精神无用伊啦。哎，不是，好啦，今年呐吼，还有嘛事情要想开的喂。哎，人家以后按青坡啊，还有嘛事情亲身上天为啥确定的啦？那无用伊啦，亲身上天做啥？哎，拍啦，人讲啦，个做人啊，我较可用的喂，个人生啊，蛮耐出有希望，唔嘛公平的，怎么？错。啊，咱这讲的做对咯。也爱挨退休诶，限时间啊，要做得久来先做的菜啊。哈，你讲你退休的啊？错吧？你喺等公文落来啊？嘿呀，跟你做得好好，做完要退休啦。可以诶，英日过英日，明日曲到衙门地步，啊做的是穷样的洗头，过难哦，真系过难。跟当日就定点埋伏，有嘛好料？可惜诶，警察压力过太呢，压力排放地步，警察大头线的呢。也爱是第一，但係爱看呐，就撞头又发痛，冇朋友都去做戲，怎么看到忙那就上床下，有嘛好玩？有嘛个压力？哎，压力吼，那你做事啊，唔通无，唔要手内目做我看到啊，好冇？也有嘛压力？哎，压力唔免内目做看到的事情。阿夫的呀，到底有嘛个压力唔讲啊？哎你，你面向事情要做几改好，一种诶，我做几改好嘅人，那么突然可能出来，我面向事情做几改好，能做得了啊？那你身体好，工作也好，唔好讲，我有个系啊，像一晚我退休嘅，人本嚟按了解嘅，讲好落去改好难，怎么？可能安尼也咁算讲嘅，因误会而在一起，啊，因了解而分开。好喂啦，喂，唔好同我压掉幾掉，我白掉啦，啊？嗱，莫到我命幾條搖嘅毛嘅，唔也係我命嘅呀，係退休了後我做乜嘅？阿你唔當初，哎呦，唉，真見咧退休嘅，佢做埋眼嘛唔是面講。哎，佢同你講呀？好啊，你這都乖乖哦，你用講人好哦。愛是無愛無債哦。哎呦，你用講，他敢要向我按叫的，總有感情啊。唔講，哎呦，佢做乜嘅事情啊？
做人海海太太，哎。没有，哎，吃东西又从要猛花钱。啊，我听阿姨说啊，阿福叔要退休了。是说那公务员真好做哎，认真做有钱拿，哎随便做做也有钱拿，哎像阿富叔这样啊，什么都不做也有钱拿哎。阿富是特例，你看阿天就很认真啊，不会像阿富这么样混啊。阿天哦，是太认真啦。哎，不过他不一定是认真哦，说不定哦，他是要做给方宇姐看的。哎，对哦，是说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啊，一整年哪有什么大事情啊？警察在我们这边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哦。找不到事情做，跟没有事做好像是不一样的哈。富生叔哈是都不做啦，有事情哈就闪得远远的，我都没有看过他找事情做。这倒是哎，这样说哦，对阿富不太公平。其实哦，阿富啊刚来这边的时候啊，就跟现在的阿天差不多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富生叔跟阿天长得一模一样，那后来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啊？怎么变得这么惨不忍睹？哎呦，什么罪案犯哎，会赶唔出去哦。哦，是你啦。哎，啊，那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？阿富哦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，做事情很认真，不过容易得罪人啊。这个社会啊，做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不是说努力啊就一定有收获。哎，那认真做事也会得罪人哦。哦，哎，瑞英，我们在以后做事哦，不要太认真啊。好啊，好啊。认真吃饭呐！来吃吃。错，唔免讲笑。阿福叔嘅头路啊，爱为做人，马家全部爱做得多。吼，阿福叔嘅董事啊，佢啊为做事唔晓得做人，所以得罪到咁多人啊。嘅老多生意要差唔多。佢差多嘅啦。啊，做生意啊，頭家做頭家，客户做客户，清清楚楚。啊，記得啊，就冇強樣。頭家行喺頭家，客户行喺頭家哦。你做警察咧，那嘛個頭家，嘛個客户嘅啊？弄嘞啊，個頭家哦就會個 sir，個客戶咧就會 people，你覺得？錯，不管係狀元、名義推背，連本佢開封單嘅人，全部係佢頭家，全部係納稅人，百家事情全部都係佢干涉。但門按樣佢做，行喺當有壓力，按做咁有效。冇公平啊！哎呦，咁冇人去爆料，咁冇去八卦雜誌，然後嗰條官說嘅人怎播出來，會死香香。戇古啦，這時間哪會有乜個八卦雜誌呢？啊，個姑嫂，伢意思係講啊，福叔一頭拜啊吼，咪係咧有熱血、有理想、有抱負的熱血青年，唔係一開始就會做個民從嘅。咁我是講安南堂。咁啊，要咩係準確老真正嘅情形講出來聽啊？啊，準確要按用吼，要修飾一下。休息一下啦。修飾啊，修飾眼位，修飾眼位。跟伢意思係講呢，啊，福叔頭拜咪係咧有理想、有抱負、有熱血的青年，唔係一開始就係個好吃懶做、好高騖遠、偷雞摸狗的民蟲。人家修飾都用按腳趾。那個腳趾，那修飾哎。好啦，跟我講修飾一下我嘅腳趾。啊？修飾一下我嘅修飾。哦。姑嫂，伢意思係講啊，福叔頭拜咪係咧有理想、有抱負、有熱血。來。 boss，我修飾嘅修飾問公孫呢。係啲嘅啦。原來阿富叔頭擺一種人哦，用為了下變到人用，很奇怪哦，哦。
要再跟了，好不好？看个电影你也跟。报告学长，我只是想把握最后的时间，好好跟你学习。你烦不烦啊？好，身为基层的警察，除了按时的圈巡外，有4个字你要放在心中。我知道，勿枉勿纵。你呢？除暴安良，唔错，国泰民安，冇可能，神爱世人。都唔对。那是哪4个字？服要出冒。学习结束，你可以回所里面了。我要去找一个地方。学长，我不相信，以你多年的经验，只会有“不要出包”这4个字可以教我。阿天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学的了，不敬你解散。学长，学长，阿田，还没走。阿元叔，刚才跟那个米学长在聊什么？哦，我是希望能够在学长退休之前，跟他学习有关执勤的经验。有关执勤的经验。他的人常常都不晓得躲到哪里去，你要跟他学经验哦，学打混摸鱼比较好呢。不知道躲去哪里，高招，真是高招！原来学长是一位身教重于言教的人，亲身示范，让我们学习。这样子，歹徒在犯案之前，一定会先观察警察的巡逻路线和时间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，那谁会知道？电影好像有这样做过哦。所以歹徒也不会知道，学长埋伏的地点可能很远，也有可能在我们身边，有一个神出鬼没的警察，歹徒还能不害怕？是有一点道理。完美的逆中能力，可以让歹徒心里产生恐惧，有效遏阻犯罪的发生。学长，虽然我现在还办不到，但是我会努力往这个目标迈进。学长，阿健，咁好，天气好，唔好呐。那么。王爷，马上讲哈。多多，阿甜啊，所以看一下。讲啊，养人啊哈，看起来真这样诶。啊不过有时间了，又太老实了。有些转面呢，那个大夫哎，好个那个经验，哈，执勤，哎呦，哦，没唔多，养人地度啊，有上个。有，用来讲话问问答案。哎呦爸，你怪喷你的是按抖走马啦。用来偏也是按懂，我意思是讲，黄鱼啊，冇诶啊，让他偏人的事呢，那给阿天看那人啊，迄片片都身败名裂啊，都用时看到鸟个神。我迄啊，其迄个，我又唔要行慢。唔要行慢人，这是还忙变到行慢人天天啊。啊，你讲嘛个啦？唔用讲用，唔可以讲唔错。爸，啊？唔聽講呀，看到富士阿叔聽佢講，
伊还5本书还忙完呢。还5本书忙完哦，几多钱啊？迄钱啦，计漫画几套诶，少一本就做唔得啦。哦，好啦，做落去咱来讲。唔記得哦，也下當日看到家人哦，變伊退休哦，那冇可能。做咩講啊？那個退休的人啊，吼，真是那樣事啊，去上到吼，前哪去啊？有時間，過來這炒股票廖香強，那樣事人間蒸發哦。那嗰樣事啊，前面啊，是前多，慢要慢慢發。應該按洋葱啦。哎呀，那唔按洋葱啊，按洋人啊，真得强哦！哦天啊，但是比偏强强。哎呦，退休的人。哎，姐，富生阿叔退休，做者兩季都會退休金啊。也免唔抵耶。甲看其他家安用的半3年之內給租啊，還有其他家嘅賭幾多錢？爸，按摩問一下富生叔。按摩佢做乜嘅？佢賭嘅錢有冇本啊？就像阿條問啊，就像唔甲他講嘅亂使錢，還係亂投資，撈錢就廖锵锵，跟種我家殺咧。有理哦。阿姨媽，麻煩我開碗涼一嚟好嘛？哦，好啊，等下哈。麻煩，好。我。那有人是從來先係唔會付錢啊？死你玩狗，來，乖。謝謝。哦。今年啊，你媽媽煮嘅菜哦，當真哦。有冇看到小倩哦？阿富生，小倩啊，肯定不用了啦，去請個爸爸啦。同爸爸。係啊。哦好，兩樣同爸爸。阿富講，咩？你通講你研究啊，我退休的咩？我盼當到搞這個事情，用有閒當日落來了食飯。煮嘅菜啊，按好食，俺漢爸爸過上咧，係嘛？安尼上就好咧啊，來是怎麼個？咦？哎呀，你警察啦，你退休的啊，他甲你講係無的，你係買都無的嘛，我按無用的啊，無用的。啊，不講，爺爺，你是動物禮貌呢？你玩用啊？本來都係安尼啊，小朋友唔會付錢，佢付錢哦，那對佢吼會較好啲啊。喲，富哥，樣啊？食飽啊？唉，冇講嘅啦。嚇？冇講嘅。乜冇講啊？一言難盡啊。一言難盡，叫做長話短說啦，係嘛？佢嗨嘛個嗨，嚇？唔好講啊。係啊，嚟，食比咖啡啦。咖啡。我請。富哥。人年做退休嘅呢，佢退休金幾百萬做少少落台啊！你喺我請佢意思咧咖啡看天冇啊？有錢冇錢啊，出家己好好嘅。係啊，認真講。你見出嚟，人講人家條件人強啊？唔好安尼講，唔好安尼講。1萬人啊，馬事情做得出。啊，115萬人啊，警察。有錯，唔講也有理啊。安尼錢就變到佢抄嘅數才當抄，對冇？不用啊。不係是咁講啦。我當到個投資嘅幹路啊，嚇，不管佢太重化起咧，係那個金磚四國，係那嘛個。多謝。唔是。
也道歉啊，礼拜食饭落，我心肝真的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唔咩，我是看到人样才交情不坏啊。故说种人讲啊，嗰个假装硬啊，嘅同事，嘅什么朋友，迄个太妹啊，方怡啊，系冇？故说我真人讲按道诶，我睇我。方怡啊，系啊，好会理财啊。农非上班呢吼，伊在农非，方怡，做得，做得好。一比加比，系25年啊。俺20年不是不能讲过啊，那过来听听你的。哎，副官，我讲我来抢啊！叫做廖太啊，也比冰霜嘛，个两比无减多，讲我七家嘅，用金买金少钱哦，我了死呢！哎呦，台湾伊拿钱？那老你的退休金哦，分做4哦。第一係3個月的停存，第二係1年期的停存，再過來係5年期的停存，前面係4年期的停存。阿副手，按用好嗎？俺都有停存啊，还要停存。不過我感覺年人哦，較唔好按上網啦，故說愛穿風險較大的錢。你呀，聽說唔會只只去關心，我看啊，全部用停存啦。我和你白人讲好的啦。哈，阿副手，迄我的规劃唔好嘿。方宇，唔规劃甲改好，俺退休的人生要變啊長男男的，人生都無目的的啊，好冇？看唔到錢的事情，我容易散忙咯。拜一做环保志工，拜二去卫生所做志工，拜三到拜五去小学做导护老师。佫有真多时间无事情做呢。何款啊？还有吗？该？好。佮圖書館留個鄉公所吼，拜六會志工。還有佮拜日吼，佮老人福利聯盟咩有年天數收編手啦。我用感覺，我退休比冇退休更無限。講的啊，退休兼冇事做啊。錯啊，人家說吼，退休的人啊，條件吼錢冇事做啦。啊吼，上求冇用頭腦啊，要變動戇哦。我覺得你這樣好親切哦。現在看啊，做唔來，怎想辦法？錯，有冇講我做的？我們到後面唱水，可愛的小白兔。哎呀，阿富哥唔得做马街呢？歹勢啦，歹勢，用伊嘛。哎呦，歹勢，還是上事情，歹勢哦。上事情，愛款啊，你還忙水相啦。我們了伊，你們睇細條那冇出來。哎，沙落來要做馬，我都唔知嘅呢。唔講而家退休嘅可能用得實。正經。真嘅啊。哦，我有辦法。辦法。來，哎，我一定會做馬街的。來，你們來。阿富哥啊，是行茶，吹適合你那種吼閒無事做嘅人，你去吃行茶做嚟做馬街咧，提了味，提到夾一種，哇，撩一下，試一口水，嘅半夜就冇睇咧，假使呢，你提了味，提到嘅山當風嘅部落啊，哇，鬼日就冇睇咧喲，還有咧。假使你去環島，哇，2、3禮拜就冇睇咧，偏偏以後啊，錯。你也流行馬街，流行慢活，還有馬街，還有樂活，過年咧就會閒閒咧，慢慢嘅過，
去吃行茶咧，做得游山玩水，还做得嘛个？还做得锻炼身体。哦，嘅好处啊，讲都讲唔清啦，系咪？好嘅。你人講嗰有道理呢？當然有道理啊！講喺嗰啲廠呢？當然錯。誒，廠係日氣呢有冇？幾歲台？有關事呢？鐵腳吃行茶，馬嘅茶都有。來，看茶。喂，嚟啊！因為嗰度。哇！你看，以後看吼，人嘅身材以後呢，上到暗高。講係上半身啊，還長條的啦。來，就壓台，你是一團變數哈，總加動上力，還有個人體工學嘅設計啊，你去救咩唔會 Q 啦？還有，嘅歐洲設計嘅專利，唔是做副誒，師傅咩唔會通，通嗎？做對咯。幾多錢啊？哇，便宜起價年好，冇賺錢，4萬5。4萬5。哦，4萬5哦。太便宜係冇？唔怕，阿富哥，我還有進階版嘅，哦，等下哈。也4萬5進階版。也進階版。來，就壓牌哈。進階版幾多啊？17萬8。17萬8。你出國價17萬8，一台國塔就17萬8。今年做的哈，17萬8。有眼光。今咩做的啊？係限量紀念版，我咩有。哦，冇變好誒。好，我同講，我對一種無事情我找事情做嘅社團項目發圖，而家腳踏茶哦，唔適合嘅。退休啊，幾困難哦，係適合。唔怕啦，阿富哥嗬，我依個時間咧，再個幫我添吧，哦，打電話幫我哦，馬嚟就冇嚟哦，哦，日日幫我添吧，哦。退休啊，當然冇簡單啦，冇啊，我早就退休了。我嘅菜啊，純粹有煮家嘅，等楊夫人收回來啊，睇唔似架式。佢咁會壞事哦。生意呢冇按門貓，講人用去花，跟楊夫人說啊，做好事按呢部開菜，佢做退休誒，就算當伊來說，佢做得識幾多？退休啊？你到底攞去辦一隻送別會，慶祝佢退休啊？做得咯。發通啊，你係專長啦。佢啊總頭地度呢，係想吼，要做愛只有規劃發通嘅經驗嘛。佢愛就較愛到誒，做下發通嘅總策劃會啦。總策劃？佢搶一隻送別會先，還會計劃乜嘅啊？阿蘭姨啊，佢做乜嘅事情都有計劃嘅呢？有計劃哦，就會有總策劃啊。你都總唔希望講。發通哦，判斷你亂搞搞誒，好好的送別飛，上別做菜市場嘅吧？那麼劈茶、劈蘭、天毛。咁用啊，一件事情做麻煩了。看用嚟判別鬧鬧熱熱，他敢有歡喜。唔過啊，輕重要嘅啊，除非講我本阿夫人哋講，他敢唔會唔記得佢啦。樣就清楚人嘅啦，我呀吼，聽說我會拍到鬧鬧熱熱，跟人啊吼，就要有劈蘭，你係唔係聽說我有專長啊？跟人啊，係講有專長哦，人家表演嘅專長就有發揮嘅空間呀，劈蘭。大做吼，天爸就應來啦，咩唔啲吼，叫埋嘅事情。佢 Jessica，你有啲咩物嘅啊？希望我冇變個上班嘅時間能夠 Q 誒，做好誒。我咧想吼，一天甲富生阿叔啊退休有關係，
哥，佢退休就退休啦，有冇嘅關係啊？錯，佢講天吧，講到一通呢，還講到嘛個表演節目啦。個阿富國嘅退休老嘅表演節目有嘛相關啊？係上網呢？人哋睇下見講有冇嘅用啊？去堂看咯，做啲啊！好，留去，我去請小樂。唔輸啦，睇我又甲鬼問過啊，鬼講鬼又古典啦，睇了就甲鬼講就好。啊，唔講嘛嘅啊？愛堅持。走。全體肅立，主席就位，唱。大家注意啦哈！規個法通呢，按算會同2點鐘之內就會結束嘅。總票呢分做3台項，第一個階段就是歌戲，那個要換到嘅，客家歌舞嘅來開幕哈。但因為做一出充滿美的 MV，來表現對阿富300萬多年來對客家付出的心意。阿蘇菲。蘇菲，冇你老人講，有你老人講法，我看到你那母豬，按你才有禮貌咩？淑慧，Jessica 在叫你啦。她說你為什麼都不回頭看她？他講的話，我沒有一句聽得懂的啦。我肯坐在這裡聽他講，已經很給他面子。你有沒有聽到啊？給你。淑慧啊，你轉過來啦，我們有字幕啦。哎呀。真的？那就好了啦。Continue 啊！好。天呢嘅團呢就係呀哈，那個頭戲呢年頭前呢，用差唔多有超過20個代表客家傳統嘅手藝，還有典型嘅台呢，還有個有像阿富神造的剪彩，會同個電視牆上呢用通發嘅紅色的玻璃，阿富神造呀10幾年來呀，對人沙皮嘅貢獻。You got it？ 真好。天後嘅階段就係以來，個有請貴慶東建議啦，用田貨吧嘅公司呢來表現10幾日咧，專門係部阿豐18嘅田貨吧，還有啊，表嘅時間絕對不超過貴慶建議68天，因為別再製作嘅代表係對阿豐18以來完成嘅祝福，大家了解嗎？哎呀，做咩講？ Well， 我判法通啊嗬，當然就會錢啊，冇人會判得好呢，係嘛？你哪有按到錢？咩講？你叫我呢樣嚟那種啊？佢家意思講錢啦嚇。錢。批的點子。批的點子，我啷個講？這位是太多錢。冇辦法，很配合我，他上也不懂啊。跟俺演出講嗬，係啲，咁冇咧，法通7點就會開始嘅，你就算了吧。大家嗬，各家人呢都準備一品菜，為是白費。 跟民眾呢就會提供投幣式嘅卡拉 OK 為大家來唱歌誒，聯歡一下，用誒。說到這裡，你都聽得懂哦？有，我有聽到 keyword， 白費卡拉 OK， 耶！繼續看。這個啊，他個叫我吃東西唱歌誒，11號啦。還有前他個準備一個節目，我請人電視啦。 哎呦，還不開有生意啊！節目下，係啊，咩做得啦？幹你哦，你愛統籌啊？你要得就執行啦哈！來，我經理解散。用個茶飯咗，節目藝術，卡拉 OK， 耶！幹嘛？好好過你的卡通人生。 我唱的也不比郭采潔還要差。魔術，唔曉。相聲，嗯。吞火。
我。哎，两个太危险的啦！我是看得起你，相信你耶。你有人工危险的事情，谁敢蒙去做嘞？开玩笑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想不到。我不知道。我睡了。对。哎，小倩，你要吗？干？提班来跳过啦啦队。啦啦队？好，听就是对喽。哎，你跳不敢看？嘎。啦啦队哦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呵。太强了！做得吗？個人啊唔強，用船。做對嚟講啊！好啊！我一定要跳啦啦隊好咧。好。不過我撈阿福叔要上緊呢。我加啲個口號。超好！哇，數位相機董事阿福上阿叔咧，經過幾厲害哦，就家因為的。按高科技的東西，應該沒用吧？不然發掉好了啦。哎呦，送发条做嘛该？应该天龙冇按到呢，冇看到啊。真的很難買誒。錯啊，挺貴嘅，我都買唔起，買起嘅叫沒用。哎呦，送東西小巴巴咧，朋友啊，貴在高興咩？係無？冇聽人講，錢源乃身外之物啦。哎，冇重要，送嘛該做嘅。哎，先不要講這個啦，不是應該先討論表演內容嗎？好，对。哎，你们都想好要表演什么了吗？我都想不到我要表演什么耶。我們都想好啦。真的嗎？哎，那我加入你们这一組。不行，因為那個名額已經被我搶走了。不要這樣，算我一份。你們演什麼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啊，如果是啦啦隊，那就不用算我一份啊。阿妹妹啊，阿毛主人會叫我唱山歌。哎呦，阿年說，你愛唔要唱歌咩？哎，你不是說你有那個送別會的經驗嗎？那別人都表演什麼？對啊，我以前是在校生代表，有排過節目表演送給畢業生。是什麼？就那個詩歌朗誦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都講那種很惡心的話？對啦。好，就這個。朋友不差啦，啊不過我朗誦嘛該啊。我們可以為阿富哥寫一首詩。誰寫啊？這。書會題啊，音樂題啊。哎呦，小心啊！擦屁股。哦，我啲啊。音樂啊，去過去小倩嗰邊，啊，小倩去到地洞哦。哎，安樣做好咧？唔是跌落漢，可能就是跌金字塔。哦，阿元叔，你好聰明哦！哎，他是在向我們矮啦。阿元叔，你乾脆說我們3個人站在一起，形成一座山好啦。哎，山也可以哈。啊，某處凸沒做的，凸啊，凸。哈，過分，給我記住。哎，你得講好哎。哦，好啊。今天得送阿福叔買東西。你吉他有什東西耶？是真的。哎，又好聲優又好教，啊，節目幫他注意誒，個禮物哦，冇乜重要啦。邊樣做的？佢青蔥腰呢？青蔥腰啊？個禮物哦。啊，冇錯啊。你做咧送給公家機關，咩請到佢嘅排便嘿？啊，副國嘅駐沙院是關內啊。你咧？
送你只牌匾，为咗咩，牌先，咩奖牌做过啦，奖牌，奖牌嘿，运动会嘅金牌嘿冇？咩嗰種嘅，迄講嘅阿庫里做嘅，毛都嘅書嘅卡咧，當風有下絲嘅嘛，啊這底啊擺落去幾個方啊，就過當風嘅啊，係啊。想唔開哦？想唔開啊？下哪該下公在黨國後，啊某就，日行千里。安尼說，啊？你兩記唔係安樣弄嘅呢？唔係啊，為民喉舌要做唔對，吼，因為民意代表。外底咧，我就寫個魚肉鄉民，亦步亦趨，啊，再過來就個神出鬼沒。對啦。哎呦，阿富叔哦長得那麼高，你就寫玉樹臨風啊。哦，嘿哦，玉樹臨風啊，趕緊。真的。哎呦，做唔得。當然做唔得。那個是做唔得。啊，好啦，我問明哥啦，看下嘅，冇問題啦。好，我先上啊。玉樹臨風。哎，等下啦，做嘛？阿孟走啊，阿弟啊，弟應該笑。哎呦，冇看到嘅地圖面拍住唔啦誒，等下也數你咪用嘅天山錘錘啊，都得用嘅啦。慧玉小姐，迄個好意思講面拍唔啦？係你啥講拖出去面嘅啊？上間叫張正來，一條都冇面。哎，唔好亂講啊！我冇出去了哈，我係出去哦，天書前嘅阿富說嘅禮物。太矮啦，阿唔係都冇面。哪有？我剛好唔係有本隻買個小禮物哈，小禮物啊！小禮物，路費法嘅物件嘛係小禮物哦，你個小禮物個幾台？冇嘅小禮物放啊！有啦。哎，你這個講冇用啊！吵，數面泡的數幾久啊？Q 蜜都係慧玉啦。哎，哪有嘛個做？好嘞，夾還有人他。好啦。根本嘢係處理係。唔係啊。根本嘢係乜緊嘢啦？呢樣嘅啊，我不講，不都按心嘛。唔啲耶。阿夫啊，樣嘅啊，哎呦，準備按多好了，來不講啊。係啊，要動到好聲呢。阿富叔啊，等下擺貼做得唔係一時喎。錯啊，忘記係應該你嘛什麼了啊？富察叔啊，他家弟兄都退休啊，他家很便宜個送別會喲。係啊，我哋話係要準備禮物一本啦。真是的哦。當然係正經嘅。哎呦。係啦，還有準備嘅節目一本看你啦。哎呦，他個按有時麼，快些哦。也係應該嘅，大家熟識按久。係啊，我弟啊，喺3萬他把攏有看到。錯，富叔阿叔啊，票代表。孔老夫子有講過啊，人體做天天看啊，係嘛？孔老夫子咁講過？有冇重要啊？阿夫啊，樣嘅拜北講，拜到按心忙啊。老北講乜解啊？講人哋咁樣先。一般冇聽錯，我就就信啦。他緊講嘛。阿夫啊，他緊講啊。根本人阿夫乖乖，唔知上街喲。因為慧玉啦，不怕講輸，富叔阿叔啊，講會冇反應啊。哪有啊？你講正經嘅好冇？好咧，冇嘢假。
等一下，这样。很生气，阿福很多个拜。你们慎重优美啊！哦，还跟你撒款款，怎么车属庆啊？你给我慢中出事情啊！嘘。阿福敢唔会做拜师，总来拜北公啊？有可能哦。听说哦，佢一动动嘛去睇事情，古嫂才会神将退休。有道理哦。不过kỳ案难辞，有冇胆做啲做埋嘅法事啊？行嘿，佢有定点埋伏本长官做到。那唔係太問題啊。做哦，佢想出動到風蛋呢。佢他咪期待兩隻開風蛋啊？有可能哦。他胡說誒，工程弊案，強制儀式。哎呦，唔會按太條的啦。啊，荷花酒。神經病啊！我們這邊方圓百里之內啊，連個路燈都沒有啦，哪來的酒店怎麼喝花酒啊？阿福說哦，佢做乜嘅唔好事情，驚人哋。佢說佢將案緊張，而神將退休。有可能，我聽說沒清楚。富山叔叔是不是走私魚翅啊？沿崖壁是山區，你覺得鯊魚有可能背着小包包登山來這邊攻頂嗎？懵哎！什麼干啊？面怕豎起來。哦。啊哦，兄弟，今邊要按限哦，錯咧啊，千萬要做乜嘅哈？莫做嘛該做唔得錯了嘿。做咧，是講問請假比一限定呢。哦，你聽說有嘛事哈？做得，冇問題。你千萬眼眼就錯嘅呢，眼眼嗰個是上帝天文下地地理，前生你前眼還有上帝辦的事情。我覺得咧，唔知阿夫按有變動多嘛？啊，副哥，今年沒有退休誒，啊有退冇退冇差啦，平常時有看唔到今年，咁樣。嘿，一下不是哦，都看得到記誒。我接着看伊去拜北公誒，頭擺啊去派出所都千無人啊。哎呦，全港嘅定點埋伏，一下哦變到暗上網，聽說有問題。誒，你樣講，我吃到怪怪呢。就是啊，我就會愛問你啊，阿夫原來你講乜解嘛？係咪犯法？我本年啲啊。阿夫個犯法？奈vai哈，今年平常時這樣傻下，命來命去，你哪會犯法啦？唔會啦。哎呦，冇聽錯哦！哎呦，你沒有看人家那個新聞上面講啊，就有那個老公啊，已經跟那個哺娘已經吵到要分居咯，後來又找借口說什麼親人生病啦，啊把哺娘找回來，啊又說什麼要抓魚給哺娘吃，結果到池塘邊啦，就老哺娘送人呀，就要偏暴騙嘛。這新聞那是談過都沒有利用了嗎？很油啊！日本有一對夫妻啊，老公哦帶哺娘啊去美國啊，結果啊，那個找那個人啊，給他。好事，莫講啦，我知啦，變。嘿呀！還有人對你講。哎呀，這哦，一定有陰謀啊！陰謀？乜個陰謀？陰謀就是陰謀啊！本年底就唔係陰謀啊！有講就冇講，乜年底啊？哎呦！你看呐，這個行為反常的人哦，聽說有問題的。
娘讲，我都吃了富国，还黑哟。姑嫂爱就想，你迄请阿夫问一下嘛。还有啊，阿甜唔要从头去娘不卡问一下啊。哎，看阿夫哦，有嘛该莫强用啊。嗯，你阿甜。嗯，超好。娘啊，我问你，最近你所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？你要跟我分手，不然为什么要离开？这是你写的。什么东西嘛？有没有找到人啊？哎呀，有没有找到人？学长，留了一些东西要我转交给大家，我想各位都误会学长。两腿过去，万有年初两三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生本意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。生本意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，对面嘅生本意。